马来政府推动的社学校征兵计划，除了家看到新开国小之外，同时军的碰树、师傅乡的水府、三湾乡的太平、老公馆乡的富基国小，获得分教类的学校，都认为学生数冇增加，所以半夜出节就行业历史。大部分的学校啦，夏季都做好心理准备，很多学校按上的抗台期盼，教育会落毕业典礼，为学校留下最美的形象。北极星在这边，对。虽然还系上正课，不过也系很多先生同学生嘅第一学校嘅亲密一学期。第师傅乡嘅水富国小，去年5月咧还有27个学生嘅，不过今年咧开学过后嘅学生人数减少同多，一下全校抢存19个学生嘅，呢系苗栗县教育处列做征兵嘅其中一类。虽然都无奈何，不过还系为采编贴，学校同居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嘅。学校按照安排从教50年来嘅头一场教育会，由上教育转学校参加亲密一场毕业典礼。过去我们有49届的毕业校友，那我们也希望这49届的毕业校友都能够在学校能够剩下这半年的时间，能够回来学校看一看，看看学校这几年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在今年的3月19号，我们就要办理一个校友会。好，那希望过去的49届的毕业校友能够回来跟我们这个第50届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毕业。同心快同水府共用的含有富区马家中的碰树国小，全校学生人数抢有25个；太平国小每抢有26个；富基国小获得分校，全校学生人数还无多10个。教育处今日就同地方开嘅小教征兵说明会，每个嘅家长义务，校方系遵从县政府嘅决定，为照教育处嘅规定来判征兵作业。叫因为多人就提供因为多人就旁边做就好了。地方人就开过说明会啊，你无买白嘅问题啊。现在来讲的话，学生数也非常少。当然，你说学生的话，相对的话，在竞争力方面的话，也是相对的，我是觉得相对的也是薄弱了。另外，小教征兵过后，教题外用嘅内容呢，苗栗县教育处讲会本3期内容，教教期做嚟针对地方需求来做多功能的应用，从系新出名移民中心、农业发展中心一条。不一定说一间学校全部都只能做一个用途，也许这一间教室做农产品展售，那一间教室做农产品的训练中心，另外，这个校地可以做我们的露营中心或露营基地，那很多的功能用途可以整合在一起，因为所有的活动的话，都应该是说为了社区的发展而安排。以下征兵呢是学校统一的分校，苗栗县政府强调，小教征兵系为了合理运用教育资源，安尼教学资源将会分配到汉下院。虽然县政府财政很棒棒的，不过教育医生指出，啥系年4年增加，对去年的43%提高到今年的52%。看得出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，征兵未同县政府财政困难无关。虽然征兵基金确定呢，就算见唔判的没外标数，唯一条声音呢，转到配合学校去投诉。县政府每付一都家长组织同学校同县政府合作，安尼声音呢，将会有汉下完善的书教权。下个新闻用到，每日报道。